關心新聞嘅朋友都知啦，喺2026年2月24號開始，亦係春節假期過後返工第一日，廣西壯族自治區黨委書記、自治區人大常委會主任陳剛帶領廣西代表團開始港澳之行，從而開啟咗廣西喺馬年新春對外開放合作嘅第一程。呢個係廣西深化對接粵港澳大灣區，服務一國兩制，同香港、澳門保持長期繁榮穩定嘅戰略行動，亦係廣西主動服務國家戰略、深化高水平對外開放嘅務實之舉。通過更好借助香港超級聯繫人、超級增值人作用，發揮澳門正喺度成為廣西企業同產品走向葡語國家以及國際市場嘅重要平台嘅作用。廣西正喺度加快構建面向東盟、聯通全球嘅開放新格局。呢啲行動展現出幾個亮點。亮點之一，戰略協同共建大灣區重要腹地。廣西正喺度全力打造粵港澳大灣區重要戰略腹地，從桂平大同峽為粵港澳供水保安全，到桂字號農產品直供港澳餐台，從交通互通到產業聯動，廣西同港澳形成咗民生相連、經濟相融嘅緊密格局。亮點二，科創領跑，聚焦人工智能加東盟。廣西同香港明確攜手共建中國東盟人工智能應用合作中心，把香港嘅創新優勢、廣西嘅區域優勢、東盟嘅市場優勢緊密結合，以新智生產力賦能向海經濟，共同開拓東盟廣闊市場，打造面向東盟嘅開放合作標杆。亮點三就係青春聚力，港澳青年創新創業熱土。從港澳青年看祖國廣西行到青年企業家圓桌會議，一批又一批港澳青年走入廣西，喺數字經濟、跨境電商、現代農業等等領域雙向奔赴。廣西為港澳青年搭建平台、優化政策，譬如話廣西嘅貴港、北海、南寧等地正喺度成為港澳青年創新創業嘅優選之地。第四個亮點呢，就人民相通，築牢一國兩制民心基礎。廣西民間節日走入澳門，學校結對，青年互訪，廣西同港澳人民交流持續升溫，以文化為橋，以民心為紐帶，不斷增進港澳青年國家認同同民族自豪，為一國兩制行穩致遠注入青春力量。喺紫荊花盛開嘅早春季節，從高層互動到民間往來，從產業協同到科創共贏，廣西同香港、澳門之間越走越親，而且正喺度以更加緊密嘅合作，喺國家第15個5年規劃中，共同畫好一個同心圓。多謝關注我嘅視頻，鍾意嘅話咧，分享俾更多嘅朋友睇啦。讓我哋繼續關注廣西代表團嘅港澳之行。